Hello，各位 Hello，大家好。最言堂，不過就大家留意到背景係少少唔同咗，唔好意思啊，因為有冇貓幫我哋呢個贈慶㗎嘛，唔好意思，因為阿女王啫，稍微繁忙，咁變咗我哋搬咗個地方去第度。咁我哋呢個即係推咪嘅技術總監就話個夜景會幾靚，咁啊揀咗呢個位啦。係啊，都好靚啊呢度。OK 啊，OK 啦，見啲人啊，絕對 OK，用住先。咁起碼最緊要係暢所欲言嘅啫，呢樣嘢就斟定茶俾阿楊嚇。唉，多謝。最言堂有咩啊？即係吹水嘢好玩㗎嘛？嗱，最近啊太皇咧駕崩去世啦，做咗70年。世界上歷史上最長佢係啊，最長噶，人生70都古來稀。暫時因為仲有英女王喺度。啊，仲有英女王喺度。暫時。不過都好犀利啦。嗱，人生70古來稀，佢淨係做皇帝，都做國王都做咗70年。做皇帝長嘅時間都事少啊，好皇帝先難得。我泰國人個個真係上下心呢樣嘢就冇人有異議。真係冇得頂。個個都話蒲薇蓬一個好皇帝，呢個係真㗎嚇。絕對犀利，絕對犀利。唔係假㗎，唔係逼出嚟。係啦，咁啊，另外咧就點解佢嗰個影響力就咁大咧？咁啊，如果佢去世之後，未來點解咁多人會咁擔心泰國個政局會有問題咧？咁或者大家都可以值得探討下呢個問題嘅。倒數出嚟啦，話擔心嗰下嘢，的確係嘅。咁而家個王儲花花公子嚟，甚至話佢 short 地嘅添，成日紋晒身。當完兵又如何老粗一個？咁然之後咧，佢換畫換咗七彩啦，換皇后咁先變態喎，唔係換女朋友喎。儲妃啦，未做王，未做皇后，變咗儲妃，啲太子妃，有啲太子妃又係癲嘅，又同一樣癲埋一堆。物以類聚啦，可能即係據報有一次啊，俾人流咗出嚟個視頻咧，就係佢同佢老婆咧就剝光豬喺度開 party，開生日 party，又中意揸名車啊等等。太子同個太子妃啊剝光豬開 party，咩景象真係。咁啊有錢亂嚟呢啲，即係似一個花花公子，又似一個紈絝子弟。但係冇乜，即係講難聽啲，着龍袍唔似太子咯，總之呢句啦。即係中國古語一句，望之不似人君。咁但係好可惜嘅咧，就係話嗰個亂象咧，就係其他，因為冇其他王子繼位啊嘛，得佢一粒仔。係咁啊，最得人心反而調翻轉話係斯林通公主。係啦，佢個妹，其中一個妹。咁變咗就係其實。最得人心嘅反而就係斯林通公主，但係因為又係嗰句憲法規定，佢不能用女性身份繼承皇位，冇辦法啦啊！即係始終佢憲法係咁，個傳統係咁，咁東方不嬲都重男輕女，咁你又難免，咁變咗形成咗一個憲政危機，就唔似啲英國咁，你可以傳俾個英女王，冇女係唔可以。係啦，傳俾英女王，咁英女王可以。盡量傳俾啲仔，仔唔得嘅話咧，仲可以有女。冇錯，但係泰國咧就唔得，冇呢支歌仔唱，冇呢支歌。咁就好可惜，咁變咗而家個憲政危機係呢一樣，再加埋近排軍政府又冇講難聽啲啫，泰國人唔係完全同意你話奪權啊諸如此類，即係香港人有一個心理障礙㗎，冇辦法，一個國際視野有限。但凡軍隊政變奪權，你就話係唔啱啊諸如此類。但係泰國未必全部都係咁諗，冇辦法，因為佢歷來嘅政局都比較亂，反而就係軍隊不嬲都有一個乾淨嘅傳統喺度。總之佢覺得國家有問題啦，佢就即係尊王讓兒啦，有日本都係嗰招。咁啊輔助皇室平亂。咁其實上一次咧呢個他信呢個總理出事嘅時候咧，都係同樣嘅道理。2006年嗰陣時，我就06年嘅10年前嘅啫，唔係好耐嚇。問題之後點解話軍隊奪權搞亂晒大龍咧？又唔係真係好鬼死亂龍。的而且確他信當時涉及貪污啊嘛，勁貪污。咁啊變咗軍隊介入，就將佢架空咗。咁佢自己遠走高飛，跟住輪到個妹又嚟，加埋佢其他親信又搞一輪。呢個係呢個變咗係一個唔好話政黨啦，係政團或者政治集團嘅山頭主義，冇辦法。結果搞到紅衫軍黃衫軍。個講法就係話你嗰個鄉村農民有票，但人哋話冇腦啦，我唔想咁講嘅。鄉村農民有佢嗰個即係政治優先要考慮嘅嘢。咁你收購嗰啲米價得唔得咧？其實佢好緊要啊，即係食飯啫，係咪？都影響到香港㗎，全世界都有影響㗎啦。係啊，嗱，香港嘅泰國米近呢幾年貴咗咁多，係嘛？另外一個原因啊，嗱，因為強國入口大把泰國米，貴米啊唔關香港事啊，呢個小心下嘢。強國入口好多泰國米、越南米嘅，因為強國根本唔夠食啊嘛，亦都唔敢食，啲米漂白咗，好多人相信啲米漂白咗，另一回事。咁所以變咗我哋都受到鄰近地方影響。咁所以泰國唔係咁遙遠啦，這麼近那麼遠，唔係咁遙遠一件事嚟啊。咁變咗就係話個泰國嗰個亂局咧，就由軍隊一個集團咁啊，叫做康扶皇室，想
平定天下。但係跟住城市中產新進嗰批，係啊，又話想要搞民主，又話想要搞呢個經濟開放，又要搞工業化、現代化。但係鄉村嘅農民呢，就要保住個飯碗，你唔好嚟啊，降低個米價，唔好攞啲土地啊，諸如此類。咁然之後呢，就個經濟發展，你起咩鐵路啊，起咩高鐵啊，你幫襯日本，你幫襯中國啊，諸如此類，又搞親懵。咁就泰國就冇辦法啦，夾喺呢個即係中印半島中間，或者印支半島啦，政治不正確地講啊，咁變咗左右做人難。咁佢其實係同埋咧，佢係本身即係你頭先講個城市嘅中產，即係黃三軍啦，籠統啲講，鄉村嗰啲叫紅三軍啦。咁咧就兩邊嗰個利益不能夠妥協底下咧，呢個貧富懸殊太嚴重。係啦，就係結果咧就06年他信倒台之後咧，又利用咗呢種矛盾，結果咧就不斷喺嗰度，尤其喺曼谷嗰度鬥嚟鬥去，一間係佔領機場。一間又佔領公路，一間係佔領商場，仲佔領親都係外國遊客最即係常去嘅地方，就引起好多國際嘅注目。大家都係去啲最大嘅，甚至四面佛都又係揾嘢搞一大輪，放埋炸彈添，放埋炸彈啊，整爛埋啊咁樣。平情而論啊，嗱，如果成個東南亞嚟計咧，其實經濟發展做得最好嘅咧，反而泰國係 OK 㗎。因為嗱，即係少少題外話，側地嚟睇先算啦。基本上上次泰國水浸嘅試過鑊。係勁曼谷大水浸，一嘢水浸咧，就其實全世界嘅電腦工業停位咗㗎。大家想象唔到原來嗰個生產鏈咧，泰國起幾重大嘅作用。原來全世界大部分嘅硬盤啊，即係我哋 hard disk 咧，個生產基地咧就喺泰國。亦都正嘅證明咧，佢即係泰國嗰個工人嘅技術水平咧係高嘅，佢唔係純粹係製衣縫鞋嗰種勞工嗰個概念。係啊。咁所以你話雖然城鄉差距好大，但係你現代化城市嗰度嚟計的話咧，泰國嗰個工業水平相當高，同埋呢個日本仔好多汽車製造廠都喺嗰度。咁所以上一次泰國一水浸的話咧，你電腦工業就停位咗，汽車工業停位埋，有好多精密工業零部件生產都停位晒。原因就係佢嗰個價值，佢嗰個生產鏈咧係套得好密嘅。而泰國作為全國世界一個好重要工業生產基地咧，係有佢地位喺度嘅。係嗱，咁所以變咗就講翻遠少少，即係點解泰皇咁受人愛戴或者歡迎？呢啲成果其實得來不易。阿楊都記得㗎啦，即係50、60年代成個東南亞排華啊、內戰啊、反共嗰個年代，跟住越戰，其實幾十年來未平定過成個東南亞。而泰國亦都當然冇幸免啦，不過相對嚟講咧係安定嘅，安定好多。呢個咧就同皇室嗰個威信有關，或者嗱，皇室嘅威信咧亦都唔係響啱啱過世嗰個拉瑪九世普密蓬開始建立嘅。咁咧就泰國而家呢個皇室咧，呢個暹羅王朝咧，其實係喺1782年開始建立嘅，18世紀尾係啦，就乾隆時代咁啊，曾經向過當時嘅大清啊，係朝貢嘅，咁唔緊要啦，全世界也是中國的。咁佢其實個政局一路都穩定，即係傳統嘅一個皇朝皇權集中嘅一個君主統治。去到呢個19世紀中嘅時候咧，佢就同中國以及成個世界嘅嗰個東南亞國家都係啦。就係面對一個帝國主義嘅殖民統治嘅問題，殖民嘅浪潮。咁當時咧嗱，大家都清楚啦。嗱，佢西邊嘅緬甸咧就俾英國攞咗，冇錯。緬甸連印度係英國嘅，東邊咧就係法國嘅，越南、柬埔寨同埋老撾或者叫寮國。南嘅馬來半島、新加坡嗰頭咧就係呢個英國，所以佢。泰國啱中間就包圍咗喺呢個英法兩大殖民勢力中間，漩渦中心係啦，走唔甩。但係咧，泰國咧就去玩平衡政治，兩邊都唔得罪。我咧就做你哋嘅緩衝，我亦都願意俾你哋東西方各自做一個，即係西方係英國啦，東方啊呢個法國啦，做你哋勢力範圍。但係咧。你哋為咗攞個緩衝咧，我仍然可以保留到我嘅一個相對嚟講獨立地位，咗少少呢個中立主義嚟處理呢樣嘢。即係泰國人覺得最大屈辱嗰句咧，都只不過叫做保護國嘅啫。OK，唔係殖民地啊啦，未有殖民地政府啊，佢係唯一一個東南亞國家，呢個中南部冇被殖民，係啦，好重要嘅分野嚟。同埋咧，佢當時因為個皇權係屬於君主專制㗎。佢當時出咗一啲明君，真係明君，好有遠見嘅明君咧，就係佢唔係甘心我勉強過得一日得一日，做到個獨立地位算數啦。即係唔係晚清立憲嗰隻，唔係嗰種，就係比清朝好好多。
時咧就喺1851年到到1868年嘅時候咧，就拉馬四世，好出名噶呢個。你如果睇過《國王與我》呢個由白連立。做咗有少少政治不正確，係啊！我做咗4000場舞台劇㗎呢個，唔止4000場舞台劇加埋電影。舞台劇固之然，嗱電影電視劇都有啊嗱，電視又有，又考我哋嗰個年齡嘅比較啦。話説大台喺呢個7、80年代嘅時候咧，連續播咗幾年啊！呢個《國王與我》呢個電視劇配音組加埋明珠台，咁所以基本上如果大家係心水清的話咧，就記得當時歷史背景拉埋四世。嗱最近期都有。唔好話太遙遠啦嚇，如果真係唔考我哋嘅歷史，即係我哋本身嘅考古成分的話，就最近期咧，阿發哥都做過周潤發，咁啊做個安娜與國王，安娜與國王其實就係同一套劇嚟嘅。朱迪科士打做嗰個女主角，兩個都係男主角係發哥，女主角係朱迪科士，都係好戲之人，都非常之好。咁啊，除咗講完電影啦，我哋講翻蒙古。即係拉馬四世，大家真係有睇呢個《國王與我》安娜與國王的話咧，咁可能就通過呢一啲戲劇嘅製作咧，就對泰國歷史多少少了解。唔係作㗎啦，好老實啦，雖然佢有戲劇成分，但係大部分嘅料啲史實都係真嘅。係啊，安娜係假嘅，安娜都真嘅，作嘅啫。安娜真嘅，冇咁大，冇咁親密，唔係拍晒拖嗰隻。冇，安娜有少少誇大咗自己嘅作用嘅，佢真係。佢真係一個相當叻嘅英文教師，就蒙古即係拉馬四世請入宮廷嗰度教呢個教英文嘅，但係佢教而且有份教過呢個拉馬五世朱拉隆功嘅。不過咧就唔係佢講到自己咁勁嘅，所以就泰國皇室就唔係幾老禮。有啲戲劇成分咁，但係唔係好老禮，冇辦法。但係事實上基本上嗰個背景基本上有嘅，但係蒙古咧佢真係咧，佢就全個國家行運，接觸即係。在地唔會離地，然後咧就做一個改革，逐步參考翻西方，真係行憲政啊，係啊，真係行憲政，都未去到，佢係逐步試，跟住包括改善佢嗰個服飾啦，教育啦，先由最表面係啦，教育最緊要，呢樣佢睇得通喎，係啊，佢樣樣唔改教育先喎，係啊，緊要啊，所以佢咪請好多呢個西方嘅叻嘅人入去教嗰啲，唔係教王子教英文咯，唔係英文咁簡單嘅嘢，通過學習外語開放嗰個教育制度係啦，即係唔係好似港豬咁，我講英文叻，但係個腦嘅思維仲停留喺獅子山下精神病，唔係在於做官啊，好緊要，你唔係官，唔係呢樣噶，真係現代化。佢真係首先佢係希望自己個皇室要現代化，冇錯，再推動國家現代化。不過佢咧就去到1868年，即係做咗17年之後咧，佢就過世。咁你唔係辛苦嘅呢種皇帝啫，大佬17年好難捱嘅。但係你就唔可能喺10幾年之內改晒嘅。咁咧就由佢嘅下一基礎做得好好，個基礎做得好，基礎做得好好。佢基礎做得好就咁邊個接佢班咧？就係後世非常出名嘅就係呢個拉馬五世朱拉隆功大帝。有好多地方都用佢嚟命名㗎。係啦，甚至佢嘅生日啊等等，好多都仲係泰國嘅法定假期啦。朱拉隆功大學啦，泰國最頂級學府。最頂級嘅嘢就用咗朱拉隆功，甚至係東南，即係中南半島最頂級㗎啦。係啊，呢個即係除咗新加坡啲國立大學啊嗰啲同佢比得上之外，佢仲早過新加坡國立大學。當然啦，咁所以大家真係有詳細研究呢話咧，真係唔好睇少啊，堅料嚟㗎。咁啊，朱拉隆功大帝咧，即係拉馬五世咧。佢咧就同明治天皇咧，日本嘅明治天皇咧差不多同一時期。佢係1868年咧，明治起啊，1867年啦。67年，冇錯。佢係做到1910年，做咗42年太皇。就大刀闊斧改革，所有王子，全部嗰個皇室成員全部一定要，只要能夠出國嘅，都一定要送出國學習。冇錯，全面將自己個皇室現代化先，同埋響保證呢個君主權力底下咧，佢亦都行呢個憲政，即係類似一個好明治維新嘅嗰個方式。佢就唔係行全盤西化，絕對唔係。冇錯。今日改善教育啦，另外就亦都好多經濟啊、民生等等，全面都個城市建設咪佢開手搞嘅。係咯。你泰國而家曼谷嗰個城市建設啦，因為佢學咗英國人一樣好緊要嘅嘢啊嘛，係管理嗰個下水道啊嘛，大佬。冇錯啦，呢樣唔係佢治水啊，嗱好緊要啊。嗱，因為曼谷係好容易水浸㗎。佢本身有一個三角洲嚟㗎嘛。佢本身叫盤谷，一個盤一水浸咧，落入縮。喺嗰個農耕年代，因為冇所謂嘅，浸完肥沃啲。係啦，種菜冇錯。但係現代社會唔可以㗎嘛。但係現代社會就唔可以。
咁佢嗰個首都嘅建設咗喺呢個泰國嘅首都曼谷啦。喺曼谷呢個地方咧，佢唔要現代化的話咧，就開始搞運河啊、排水系統啊。咁所以發覺其實好過癮一樣嘢，你相對於泰國嗰個城市建設咧，嗰個四方框框嗰啲咁嘅即係 grid 啦嚇，其實係先進過好多其他東南亞國家㗎。係啊，好過癮㗎。係啊，所以同埋佢呢啲咧，佢本身朱拉隆功，即係拉瑪五世朱拉隆功大帝咧，佢就唔係話純粹係聽揾人出去外面考察，跟住翻嚟報告，唔係。佢好多時係親自出去訪問嘅，亦都親自出去學習嘅，係好虛心學習嗰種人嚟。有少少即係抹開呢個所謂即係民族主義先算啦。其實日本皇室唔係一樣嘅咁。係咯，所以咪佢好似明治時代咯。嗰個文化係咁樣嘅，即係要開放就係咁樣。你就諗下日本皇室裏幾多學者，就算裕仁自己啊，海洋生物學專家，唔係生物學家，咪專家，有好多種物種係佢命名嘅陰公。係啊，佢係佢晚年係研究海洋生物啊，尤其是貝殼類啊，專家話真係專到不得了。係啦，非常咁，所以點話泰國其實嗰陣時阿梁冇講錯啦。當時嗰個時代思潮啊，一方面你話西化，但係其實佢已經有少少好似日本仔嘅思維咁，係進步啲嘅。佢唔係淨係話西化咁簡單，佢係要現代化。冇錯。咁就西方仲有一個好重要參考對象，就唔係抄足。咁所以佢本國嚟個大興佛寺啊嗰啲咧，其實佢本國都唔好話國粹啦，個文化完全冇遺棄過㗎。佢依然維持住男丁一世人都要出過家祠嗰啲啦。包括太皇自己都要出家㗎。係啊，另外仲有春天要親自落去農田嗰度帶頭耕種㗎。係啊，示範啊嘛，就插秧嗰下嘢嚇，春耕，同埋令到係百姓，因為大部分係農民啊嘛，你做呢啲工親自去春耕，咁咧你係可以除咗鼓舞農民嗰個士氣之外咧，亦都係令到你同百姓嘅關係拉近嘅。冇錯啦，唔係就係儀式咁簡單。所以泰國喺嗰個18世紀到20世紀初嘅時候咧，東亞地區嗰個喺獨立嘅情況底下。嗰個改革同現代化做得最成功，唔係西化嚇，現代化做得最成功嘅咧，日本一定係第一，泰國我覺得係第二啦。係中國咧就最陰功啦。嗱，唔好講呢度嚇，即係你西化係咩意思啦，大佬？馬克思嗰啲算唔算陰功？係應該抄嘅，好嘅，好學唔學？抄咧又就抄足啊！阿老蔣學法西斯。阿老毛學呢個馬克思，再加埋中國本身嗰套專制獨裁奴才文化死啦，陰功嘅啫。咁啊嗱，算啦，因為歷史過去啊，咁就講翻啦。另外咧，佢朱拉隆功亦都係外交手腕都好靈活啦。除咗平衡外交之外，係啦，平衡外，同埋咧佢係唔會將不必要嘅領土咧視之為最高嗰個國家利益嘅。佢甚至將一啲邊緣唔係咁重要嘅領土咧。係分別割俾英國啊、法國呢啲，佢唔係直接俾英法啦，好過癮嘅，佢平衡外交啦。記唔記得又有個小插曲啊？幾年前泰國同柬埔寨咪打嗰場小型規模嘅衝突嘅，因為喺邊境有個邊境嗰度有個神廟，係啦，牽涉到聯合國嘅聯合國嘅，即係所謂歷史係啦，一個古蹟嚟㗎，文化遺產啊。咁啊嗰個 case 就 exactly 就呢樣嘢，因為當時法國人去劃邊界啊嘛，英國人又劃邊界啊嘛，泰國同柬埔寨原本就唔係咁樣分㗎嘛，陰公點搞啊？於是乎有好多啲神廟咧，即係對佢嘅歷史好重要嘅嘢咧，就唔知點割。係啦，咁而泰國你要發覺啊，佢真係有時都肯割愛嘅。呢啲俾你，嗰啲我攞翻。緬甸都係啊，一樣。因為緬甸同泰國幾百年前就打仗打鑊金噶嘛，因為兩個強國當年地區。咁後來叫和平咗啦。咁其實邊界都係古靈精怪嘅，好複雜，好攞命㗎。咁所以點解會整個所謂金三角出嚟？冇王管啊嗱，咁所以我哋平時成日聽聞好多嘢咧，就唔知點嚟。你真係鑽研落去的話，好多嘢相關。咁就點解金三角會冇王管，變咗之後就種鴉片咧？就都係當時邊界糾紛嘅問題啦。根本都唔知邊個管。係啦，再加埋中國咁咯，難民啊，係啊，再加埋國民黨嘅孤軍啦，哇，複雜複雜。咁所以嗰個年代嗰個時空裏邊咧，的而且確係幾亂嘅。咁所以點解話泰國居然維持到個平衡外交同埋嗰個和平發展咧，極度難得嘅一樣。咁所以點解佢啲國民當神咁拜係有原因嘅？即係所以朱拉隆功，即係呢個拉瑪4世同拉瑪5世啦，呢兩父子咧係令到泰國皇室同埋成個國家個基礎非常之紮實。另外仲有一場小戰爭，大家經常忽略咗嘅。嗱，有題外話啦，記唔記得？嗱，如果大家真係有留意睇電影，我成日講電影，因為通俗啲，大家容易了解啊。泰國電影裏邊記唔記得一套好出名嘅鬼妻嘅？啊，記得。鬼妻嘅背景你記唔記得開場講乜鬼㗎？個老公點解離開老婆先？我唔記得。
去南邊去馬來西亞打仗啊！哦，嗱，大家忽略咗一樣嘢，其實嗰場都算係泰國嘅現代化戰爭嚟㗎啦，就唔係古代用刀，唔係用刀槍，唔係用大笨象嗰隻，真係拿槍拿炮㗎啦。嗰陣時發生咩事咧？又同英國佬有拉更。馬來西亞係英國馬來西亞當時嘅殖民地，就有邊界糾紛咯。咁所以點解泰國而家南部居然所謂回教徒嘅叛亂問題咧，就嗰陣時嚟㗎啦嘛。再數前先，明朝關事啦，唔好意思啊，真係禮真嘅。當時其實呢個三寶泰咁下西洋咧，其中要扶植中國殖民地真係有做到呢樣嘢㗎，唔係淨係嗰啲咁嘅華埠咁簡單。而扶植中國殖民地咧，居然大家忽略咗一個好重要嘅嘢，佢係回教徒嚟嘅。咁所以佢反而就會即係支持咗呢個馬來西亞半島啲蘇丹擴充地盤。鄭和係回教徒嚟㗎，記住啊！係啊，而且佢唔係普通回教徒啊。鄭和係去過麥加朝聖㗎，真係啊！鄭和個副手叫做馬寬，亦都係回教徒嚟㗎。國際翻譯專家，回教徒咧好多係姓馬同姓麥嘅，中國嗰啲。因為佢係譯穆罕默德啊嘛，係穆罕默德啊嘛，你譯馬字啦。咁所以變咗佢哋嗰個做法。咁所以嗰個來源亦都同中國有關嘅，就係話自從明朝之後，即係殖民化開始殖民化成個東南亞啦。其中一樣嘢就鼓勵中國嘅所謂友邦去擴張，而當時被欺負咧就係泰國，就係嗰陣時佢哋支持咗馬來西亞嘅回教蘇丹，就向北擴展。咁而之後咧就同泰國嘅邊界糾紛咁樣嚟㗎。咁所以去到後來真係拉馬五世上任之後咧，開始有少少要維持邊界，好似阿楊話齋平衡外交，你有和平手段要送禮啊、割土地啊呢啲合理啊。但係遠得佢某個底線，佢唔遠咧，佢打你喎真㗎。真㗎，咁所以變咗呢個皇帝唔係純粹即係玩外交手段咁簡單，佢真係有乜數㗎，有乜數㗎？佢泰國係打過㗎。軍隊嘅現代化都做得相當好嘅。但係當然又叫有限度戰爭啦。係啦，佢唔可以得罪英國啊，唔止咁簡單啊！泰國啲皇帝好過癮嘅，打得仗嚟，佢唔係窮兵黷武，唔係窮兵黷武嗰隻，絕對唔會。佢知國家有限啊嘛，以農立國你去得邊啫？但係佢一定會保護到自己國家。但係佢係會保護自己。咁嗰下佢係同馬來西亞打鑊金嘅，咁保持咗南邊嗰個邊界就冇損失。但係咧，佢唔會輕易用兵，唔會亂咁去犧牲㗎。嗱，最明顯一樣嘢咧，就係第二次世界大戰。我哋睇下成個東南亞，日本橫掃嗰陣，橫掃。但係日本嚟嘅時候咧，泰國知道我唔可以同日本打，我唔可以生靈塗炭。結果咧，佢同日本合作，冇得孤注㗎。係啦，我唔同佢嘅合作方式又好過癮喎，冇人怪佢㗎，好過癮㗎嘛。佢係喺借路俾日本，唔好意思啊，由北邊殺落馬來半島。呢下嘢其實深敲咧，英國佬有啲嬲嘅，係好嬲㗎，因為慘敗得好勁。嗱，兩種唔同嘅講法，咁所以呢個時空仲係講緊呢個，即係40-50年代啊，即係講個二次大戰嘅時候，就係話日本其實有一個名將叫山下奉文。馬來亞之虎，馬來亞之虎係啦。點解咧？就係因為佢知道英國嗰個炮台喺新加坡、馬來西亞嗰邊咧，就封鎖咗馬六甲海峽。係，亦都即係話所有航運啊、原材料啊、貿易啊，俾佢攆住個喉嚨。咁所以其實日本真係同英國佬打仗咧，佢冇可能唔打新加坡。係，咁佢玩偷襲，就唔喺海面嗰個方向嚟進攻新加坡，佢調翻轉頭就行馬來西亞嗰條陸路，但係唔好嘢容易行喎。好難行，你鏟個金馬倫高地喎，大佬，你想象到？而且咧，當時馬來雨林、金馬倫高地，同埋原始嘅熱帶雨林係，你係重裝備冇辦法穿越㗎。叻就係佢唔用重裝備，單車，用單車嚟行，用輕裝，用單車，女仔用輕裝，人嚟運，哇！同埋佢用飛機同埋戰艦咧封鎖新加坡同馬六甲海峽。冇錯，英國咧就失去咗制空制海權，但係佢背脊嘅主力部隊係借路泰國。由北向南鏟落去，響新加坡背脊嘅英軍，正如果大家有睇過地圖的話咧，就係拉馬五世打仗贏翻嚟嗰忽南邊嗰個邦，啱啱就係馬來西亞接入去中南半島大陸嗰條陸橋嚟噶。如果泰國唔借路的話咧，山下奉文係過唔到。不過泰國又叻，我舉手又唔投降。總之一句就金馬倫高地我控制唔到，咁邊個過到？咁你自己本事啦，佢又唔襲擊你先啊！總之我借路，我又唔係幫你，不過你肯借路俾佢咧。放軟手，佢唔係明借路喎。日本仔總之我長驅直進，咁我自己有默契打眼色，我唔喐你，我唔喐你，亦都其實講難聽啲，用唔到。係，同埋日本當時唔怪得佢。日本當時主力亦都係諗住喐呢個英國啦。係啊，咁
咁啊，所以咧佢亦都既然泰國肯同我合作，我亦冇必要同你泰國開當時日開拖。本仔有好過癮嘅口號嘅，大家真係忽略咗呢樣嘢，因為成日講民族主義就忽略咗呢樣嘢。人哋泰國人唔似我哋咁玻璃心嘅，唔好意思啊，你個講真，其實成個中南半島咧，因為飽受列強殖民久矣，深受其害。咁所以其實日本仔嚟到嘅時候咧，基本上當地嘅地方嘅人咧係唔支持殖民軍隊嘅。係啊，咁所以唔好話大家敵愾同仇，一定同日本仔打過，唔係咁理解。唔係咁樣理解嘅。對於當地人嚟講，係兩個列強之間嘅爭霸。但我泰國就唔介入你哋嘅戰鬥。我當年英國、法國喺度打你哋嘅事，打到七彩。而家你日本嚟打英國，我又唔理。中國都玩咗咁耐，搞咗唔掂啦。咁你從泰國嘅角度講咪絕對啱。冇錯，你成個二次大戰，周圍烽煙遍地，泰國保境安民，冇事，保境安民，完全冇事。到戰後呢，盟國要制裁佢嘅時候呢，佢好簡單，你哋保護唔到我，我又唔夠日本仔打。好簡單一樣嘢啫嘛，佢真係拎個條約出嚟話，係咯，我係你嘅保護國，你有冇保護過我？你毀約在先，關你咩事？我唔追溯你算俾面。我又冇犯過對你哋咩戰爭罪行，亦都冇所謂嗱。好嗰陣時成日講嘢叫資敵啊嘛，好過癮噶啦。即係話如果我哋兩國交戰，你係資助敵人的話，我都當你係敵人啊嘛。泰國其實係冇嘅，嚴格嚟講，你日本自己打啫嘛，自己落嚟打啊嘛，冇啊，你冇計嘅呢係。咁結果盟國咧就唔去制裁泰國，冇得制裁啊！亦都講翻當時盟國反攻中國大陸嘅時候，嗱真假唔講笑啊！反攻中國點樣叫做中緬公路嗰個計劃啊？就係由印度經過緬甸開條公路去支持呢個中國嘅西南大後方，咪咁鬼愛國，你唔好唔記得各位嚇！因為中緬公路死好多人啦，固之然啦，但係起得成，你估泰國有冇幫手咩？係咪先？咁所以冇得講，你就諗下啦。二戰之後，甚至國共內戰咗49年之後，走難落去避難嗰啲國民黨軍隊，佢避咗喺邊啊？泰北咯，咪就係泰北咯，係咯，你霸佔咗人哋地方㗎，你唔睬你啦。咁所以其實根本上泰國都維持翻佢當初初衷咧，可以咁講。總之我唔會喐你，你又唔好喐我保境安民。咁你係搶咗啲乜家伙，佢未必同你計較，咁佢咪唔管咯。泰北嗰度。咁所以其實根本成個泰北嗰個戰略重鎮，所謂金三角地，佢入到中國嗰下嘢咧，係因為泰國讓權讓路俾你盟國去打翻入去啫嘛。如果你中緬鐵路、中緬公路咩講到神話咁，而呢一著咧，喺泰國未來幾十年嘅嗰個國家安全同穩定非常之重要。一陣間我哋可以再講。咁但係我哋咧見到咧，佢成個二次大戰嗰個烽煙遍地、生靈塗炭，佢保境安民，而且佢係以國家同埋佢人民嘅嗰個利益為優先。呢樣嘢係泰國以及以皇室為精神領袖嘅嗰個泰國，咁所以點解值得我哋尊敬？阿楊真係冇講錯，點解泰國啲人真係當係皇室神咁拜？咁真係能人所不能啊嘛！大佬，係啊，真係你係超人。你由殖民時代到成個二次大戰幾十年都有一個變數㗎，100年啦，差唔多100年。變數係乜家科咧？而有少少強人政治嘅後果咧，都係難以避免嘅。就係拉瑪五世過身之後咧，點解由呢個繼任皇權嗰日都出咗個意外嘅？其實唔係由蒲美蓬接任嘅原本，有件咩事啊？就係佢嗰個死咗啊嘛，佢哥哥俾人刺殺，佢即係拉瑪8世，冇錯，突然間係神秘被死咗，係啦，就嗰陣時係1946年，冇錯啦，啱二戰結束啦，有好多種講法嘅，其中講法咧，阿楊先前提過啲背景係有關係嘅，開始冷戰，咁所以變咗你嗰個皇室企邊邊的話咧，係另外一重計算啦，係啦，名義上佢冇得追究你，咁邊個喐手啊？嗱，呢陰謀論咧，其實滿天飛，啲泰國自己有唔知，因為完全而家其實心裏一條刺，邊個刺殺？其實泰國咧就唔係冇所謂內部嘅矛盾，係有㗎。雖然頭先講到個啲皇帝做得咁好，嗰個矛盾喺邊一度咧？同韓國有少少似㗎。喺現代化過程當中咧，總有人想廢除帝制。嗱，你唔話得佢錯晒喎，老實啊，即係先以政治原則嚟講，你唔話得佢錯晒。佢覺得現代化其中最大嘅阻力就係有個皇室啊嘛。咁我要行呢個共和嘅時候，咁點算咧？咁所以變咗係有啲保守派，即係改革派咧，係個光譜都好闊㗎。由最溫和嘅保皇立憲現代化開發，但去到最極端咧，
亦都有共產黨噶嘛。係啦，呢個咧就係講佢有㗎戰後嘅時候咧，冇錯。泰國其實處於一個極端兇險嘅狀態。冇錯，我講嘅成個中南半島都係啊，唔係淨係泰國啊。嗱，我淨係講泰國啦。唔係，先講泰國，先講泰，我哋集中講泰國。唔係啊，泰國你見到佢一路幾十年嚟風平浪靜，唔係佢1945年嗰個就係阿蕭公啱講話，好辛苦㗎。而嗰個冷戰開始，泰國係處於一個極端兇險嘅狀態。忽然之間調轉嚟玩喎，唔係話有變敵人，唔係普通危險啊，極端兇險。你諗下嗱，打完第四世界大戰，中南半島發生咩大事咧？當年1945年，啱啱日本投降冇幾耐，9月開始，法國已經同越共開拖㗎啦。越南戰爭已經喺泰國隔離打咗出嚟啦。因為中共已經扶植咗佢嘅代理人喺越南度起義啊嘛，陰公。咁所以其實共產主義咧一早已經喺中南半島佈晒局㗎啦。而當時咧共產主義咧嗱，緬甸有緬共，冇錯。嗱，緬共嘅其中一個始創人就係昂山素基個老豆，昂山將軍。昂山將軍。另外咧泰國咧有泰共有。越共更加唔使講，馬共嘅勢力以陳平為首嘅馬共勢力就仲犀利，該會係中國僑民添啊！所以當時咧，泰國本身係俾共產主義運動包圍，佢自己腹心入面亦有泰共嘅共產主義運動。跟當時佢哋採取呢個暴力革命嘅手段去奪權。冇錯，係模式革命，仲要最暴力嗰種。最暴力，因為啱啱就係趁住呢個日本仔撤退。列強仲係元氣大傷，未曾恢復秩序嘅時候，咁到底係恢復以前嗰個殖民秩序啊，定還是你係民族獨立啊？成日講獨立啦嚇，係咩回事？咁其實喺嗰個真空狀態底下呢，各個人都有唔同嘅訴求彈晒出嚟啦。咁嗰陣時呢，皇室一個以泰國皇室即係東南亞皇室啦，唔止淨係泰國有皇室嘅咧，柬埔寨、泰國呢有影響力嘅皇室，佢哋嘅定位好重要。當時泰王普密蓬啱啱登基1946年嘅時候，佢得18歲，係完全意外嚟㗎，完全意外。嗱呢個又係深受人民愛戴，係啊，即係完全佢係好危險嘅情況底下走馬上任。佢冇心做皇帝，因為當時佢即係預咗佢大佬登基啊嘛。佢喺度瑞士讀緊書，但佢又唔係花花公子喎，佢專心讀書喎，同埋佢係盲咗隻眼嘅。佢右眼係視障有問題嘅，視障嘅。係撞車。佢讀書嘅時候咧，佢專心佢讀工程，你有冇記錯？後來先轉讀第二樣，因為趕住翻去繼位咁樣。佢讀工程嘅時候咧，咁啊真係品學兼優啦，仲過癮一樣嘢。所謂唯一花花公子係乜家科咧？佢中意玩薩斯風，佢玩爵士音樂，好過癮嘅。品味啫，品味絕對唔係話花花公子係咩？唔係啲咩揸名車搞女人舞。花花公子即係佢唔係好乖乖豬嗰隻啦嚇，但係佢都會蒲嘅。佢蒲係蒲乜鬼咧？歐洲嗰範咧，好似我咁啊，即係死仔包。歐洲嗰範去玩音樂啊，即係溝女又少喎，佢唔好健康嗰隻，好似蕭公咁啊！我冇佢咁健康，我減咗一樣。唔係佢始終係皇室身份嘅，所以端莊啲。咁所以佢係玩音樂，唔係話古典喎，仲要係古典固之然，佢識得好明顯。佢係玩爵士音樂。咁佢咧響內政上歌㗎，好過癮㗎。響內政上，響咁兇險嘅情況底下咧，響內政上臨危受命，一定係反共。冇辦法咁多揀，佢一定要反，佢為咗國家個人民嘅利益，佢一定要反共。暴動啊，大佬，你唔反你點解？你唔咁對外咧，佢對外咧就一定係親西方，尤其是親美。係冇辦法。嗱，佢唔可能親中國。乜當時亞洲戰場嗰統帥麥克阿瑟啊嘛，你走唔甩嘅呢下嘢嗱，大家好老實啦，即係又要翻個歷史時空，唔好抽空嚟睇，話大家即係美帝主義唔係呢個理解。係呢樣啊！而係成個世界打緊反法西斯戰爭嘅時候。亞洲戰場個統帥就係馬克阿瑟。咁你當時去到50年代1954年奠邊府戰役之後咧，法國佬爆啊，俾紅色拿破崙呢個武元甲將軍打到黐肺，就徹底嚟撤出呢個中南半島，舉手投降，就美國入嚟。而當時咧，成個東南亞嘅共產主義運動咧，去到一個新嘅高潮。當時佢嗰個巴黎和約就係畫咗南北越分界，好似呢個韓國咁樣南北越分界。佢當時係北緯17度，唔係17度，南北越分界。咁和約咧就北面就慶祝。即係越南人民站起來了咁嗰隻，於是乎就啲人洶湧向南逃難，係啦，慘狀啫，即係一樣係慘狀。跟住仲有佢另外泰國隔離嗰個寮國又係有個寮骨牌效應啦，又係骨牌效應，巴特寮啊。結果咧就全個東南亞嗰個共產主義勢力咧，未咁快赤化住，但係佢係大幅度增長。跟住咧
去到60年代美軍大幅度介入呢個越戰呢，哇！嗱嗰下又好慘烈啦，嗰下又好慘烈，唔係就係越戰啦，大家成日忽略咗中南半島唔係就係啲東邊㗎陰公。你睇下西邊發生咩事嗱？新加坡嗰陣時差唔多醖釀獨立就係咁嚟。南面新加坡，南邊馬來西亞，係東面就係泰國，因為緬甸。係緬其實甸，西面緬甸，東邊係東泰國嘅，我哋以泰國為中心。係咁變咗你泰國嗰度佢又俾人圍住晒㗎啦。又圍住南邊馬來西亞馬共打緊叢林戰，嗰陣時英國特種部隊介入。係，仲要搞到用新村形式封鎖農村，哇！好得人驚啊！緬甸當時都係咁啊嘛。係啊，洪山將軍當時所謂革命英雄就咁樣嚟㗎嘛。腥風血雨啊，腥風血雨。你唔好淨話排華，其實佢本地人都死唔少。佢當時嘅兇險程度係比起日本嗰個2次大戰仲得人驚，因為佢腹心地方係有有共產主義運動，內外都有。係自己人打自己人啊嘛，呢樣先傷啊嘛，你唔係外敵咁樣陰公，係你嗰啲係自己人嚟。咁當然嗱，另一樣嘢都埋呢個伏筆係乜家伙？點解東南亞嗰段時間之後會有排華運動咧？係啦，尤其是印尼，你睇翻下啲共產黨頭目嗰啲名啊，係咯，全部華僑。佢哋嘅錢、佢哋嘅武器、佢哋嘅顧問喺邊度嚟啊？嗱，咁所以好拗爆腦一樣嘢，都人哋排華，係你可以話人哋民族主義啊、惡毒啊諸如此類，你唔好諗下人哋內戰嘅時候係乜人打起先嘅。係咯，同埋嗰種恐怖啊，佢嗰種共產暴動嘅嗰種恐怖係幾咁得人驚。你柬埔寨就係啦，嗱，咁咧我哋睇翻對比翻當時仍然有兩個君主制嘅國家，一個柬埔寨一個泰國。嗱，柬埔寨嘅施漢諾同埋泰國嘅普密蓬咧，都係國家嘅精神領袖。中心支柱，大家都好得人民愛戴嘅喎。施漢諾就死啦，佢本來佢有咁高嘅聲望，柬埔寨仲係稻米出口國，但係呢，佢走咗去親中國同埋呢個甚至係親共嘅路線。佢呢，有啲胡志明小道呢，俾越共通過柬埔寨，就打呢個南越，而響柬埔寨境內咧，仲有好多小型嘅補給基地咧，俾越共活動。呢樣嘢美國佬係唔可能容忍，泰國亦都不會做呢啲咁嘅傻事。結果美國咧就嬲起上嚟咧，炸呢個柬埔寨。佢地氈式去炸呢個胡志明小徑，而實咗胡志明小徑就喺柬埔寨境內。結果仲有一鑊金嘅就70年嘅時候咧，佢趁呢個施漢諾去訪問外國訪問嘅時候咧，就用一個親美嘅籠絡將軍推翻咗呢個施漢諾。然之後施漢諾咧響走來往北京，響當時阿毛澤東等等嗰啲領導嘅關照底下咧，就同赤柬合作。施漢諾係同赤柬合作，而赤柬咧響農村以施漢諾嘅名義招兵買馬。結果大家會知道有乜嘢後果啦，係嘛？就係赤柬嘅勢力大幅度做大。咁所以變咗你都係一個即係四面受敵嘅王朝。係你選擇嘅路向咧，係啦，變化好大。泰皇就呢個普密蓬以普密蓬為首嘅泰國咧，堅決反共，堅決同西方走埋一齊。係咪啊？結果咧講得最難聽就反中。因為冇辦法，你中國係支持緊佢國內嘅叛亂，你干預我嘅內政啊嘛！你顛覆我嘅政權，你干預我嘅內政，咁咪提醒大家一樣嘢咯，前車可鑑，跪低你哋冇事咩？唉，咁所以柬埔寨就玩完咗。係啦，柬埔寨就屠國慘劇，75年大屠殺，唔係屠城屠國。大屠國大約1/5嘅人口，起碼冇咗。而施漢諾佢個皇室咧，14個仔女入面咧，有5個係俾赤柬殺咗，有14個孫亦都俾赤柬殺咗。泰國皇室有冇咧？秋毫無損。嗱，普密蓬嘅智慧同施漢諾嘅智慧，大家叫做同一起跑線。結果甚至阿普密蓬係臨危受命，乜準備都冇㗎。係啊，結果。最後歷史證明邊一個啱呢？嗱，泰國人如果識得對比嘅話，我鄰國發生乜嘢事，我鄰國嘅皇帝做乜嘢，行咗咩路，我哋嘅皇帝行咗咩路，我有乜理由唔去尊敬我而家呢個泰王呢？咁所以自從普密蓬登基之後呢，基本上泰國都係向住即係現代化繼續推進，同埋係向兇險嘅環境啫。仲有一樣講起剿共咧，普密蓬以普密蓬為首嘅泰國一樣叻啊！佢唔單止外交上同西方走埋一齊，佢咧響70年嘅時候，
泰共啊，泰北嗰度發動一次好大規模叛亂。佢呢，泰國叻，用前國民黨嘅泰北孤軍段希文將軍為首。其實當時得1000零人係殘軍敗將嚟㗎，年紀都大㗎啦。但係佢哋呢班人呢，最仇共，亦同共產黨打最有經驗。泰軍唔夠打唔緊要，就揾呢個段希文將軍佢哋嚟，俾你哋呢個俾你哋立足當地，俾你哋泰國公民身份，改善你哋待遇，我唔再逼你哋走，你哋幫我搞掂共產黨，搞掂老共。結果呢班國民黨嘅孤軍呢，好多年咁，當時段希文70歲啦，大佬搏埋條老命同你哋班泰共死過。結果呢，就真係打冧咗泰共。泰國政府軍唔夠打，結果俾呢班殘兵敗將打冧咗。嗱，有啲其實蒲微蓬都係勉為其難㗎。嗱，點解呢？一陣頭先講嗰句，因為成個中南半島嗰個內戰最傷嘅乜家科呢，係自己人打自己人啊嘛。係啊，好慘啊！呢下更加慘就在於乜嘢嘢呢？就係話佢係要用到中國僱傭兵喺泰國打泰國人。係啊。點解搞到咁尷尬呢？即係泰共係親中就係咁簡單啦。係啦，泰共係親中，而嗰班係最反中共嘅，就係中國人嚟喎。嗰班係啦，中國人嚟喎。係啦，咁啊，後來有咩異域啊呢啲電影啊都有好多講。睇下電影攞少少諗下真嘅嚇。異域啊啲柯俊雄啊呢啲都做過。係好凄涼嘅，好凄涼，好凄涼。但係嗰班異域嘅孤軍呢，佢哋好有紀律。亦都真係咧，好堅持自己嘅漢文教育啊，等等，係好值得尊敬嘅一班人。咁咧，泰國又唔係打完齋唔要和尚喎，佢真係俾公民身份佢㗎。仲有贏咗嗰場仗之後咧，泰王普密蓬親自接見段希文將軍，向佢授勳。係啊，而泰國嘅軍政界咧、商界等等對段希文佢哋呢班人咧，亦都係高度尊敬。係啦，當段希文後來80年死嘅時候咧。淨係送喪嘅行列都成2公里於國有功啊嘛。所以泰國亦都有一樣另一人受人尊敬，就係佢冇打完齋唔要和尚。好緊要啦！呢個即係話佢哋仲除咗維護國家利益之外咧，佢對外人都仲有啲人情味。咁泰北嗰度差唔多近乎自治區嘅。係啦，雖然話就唔再以呢個所謂邊境不清不楚就為金三角就擘開咗，因為當年嗰個毒品呢亦都難以控制，都係咁嚟啦。而後來之所以控制到呢，就除咗仲用呢個國民黨嘅僱傭兵啦嚇，講難聽啲，而的而且確就係打完齋唔係唔要和尚，而家打完齋係差唔多係分封建國咁滯。係啦，咁所以泰北嗰度嗰個所謂自治邦呢，就其實呢差唔多你當啲小台北都得㗎啦，已經可以嚇。咁然之後嗰度呢，就因為你開放咗個經濟啊，你唔再視為一個軍事敏感區啦，個經濟有進展啦，啲人開始種翻米，種咗其他經濟就唔種鴉片啦。係啦，同埋嗰個僱傭兵呢個佢哋嘅後代啊，孤軍國民黨孤軍嘅呢班後裔，一樣值得尊敬嘅咧。佢哋一就係堅持自己嘅嗰個華文文化之外呢，對自己子弟個教育好重視，特別重視教育嘅。咁所以呢，佢哋就唔會牽涉到毒品問題。令到咧佢泰北到接近金三角地方咧，相對嚟講咧就比較穩定喎。其實泰北當然毒品問題咧，我怪泰共多過怪嗰班國民黨啦，根本唔關國民黨事。咁啊係，大家真係有時間仲可以旅遊啊，因為而家和平咗噶啦嚇，和平咗啦。咁所以變咗而家大家就可以參加呢個金三角。我讀書嘅時候仲有送暖到泰北㗎，即係香港啲親國民黨團體仲有啦，而家冇啦。唔係話唔使送暖，另一種，而係平常心，係啦，平等對待。你如果去過嘅話，你一定要尊敬個金三角嘅旅行團，去睇睇人哋風土人情啊，即係去睇人哋農村生活係如何。咁其實有好多博物館嘅嗰度，真㗎。嗰啲博物館有乜假科咧？就係啲老兵，啲老兵咧，即係戰國名將咁上下咧，就將阿爺嗰啲咁嘅勳章啊、好忠心㗎、獎牌啊、照片啊擺晒出嚟，大家去睇。咁所以如果大家真係想了解當時嘅中南半島嗰個局勢係如何，即係唔好成日睇嗰啲咁嘅即係愛國教育。即係咁嘅歷史書，真係睇下外國嗰班友係點生活嘅，係啦，應該親自去睇睇，係啦，成本唔貴，呢班真係愛中國㗎，咁即係為華人爭光㗎，係華人呢個同意，咩叫中國佢哋而家都唔知啊，係啦，因為中華民國遺棄佢。中華人民共和國又要打佢，咁所以佢哋自己喺嗰度名號上佢都依然尊中華民國嘅，呢個冇做口講嚇。但佢哋真係打出一片天，係打出一片天，自立為主嘅。係啦，咁問題佢同泰國都相安無事啊，非常。但係呢個時候唔表示泰國係安定，
佢嘅危險又過一關接一鑊。咁所以過70年代又有一個難關要過。最大鑊咧就係未過70年代，1978年年尾啊，撤出呢個越南。75年美國撤出越南，跟住柬埔寨同埋寮國咧都被共產黨攞咗啦，跟住赤柬喺入面逃國。但係對泰國嚟講咧，其實都因為嗰陣時泰共都個勢力一路瓦解㗎啦，瓦解咗啦。但係咧佢喺柬埔寨咧，因為赤柬雖然係共產黨，但係佢咧就冇喐冇泰國，佢喐緊自己人，同埋佢忙於殺自己人，同埋佢喐越南。赤柬就同越南咧就開拖，自己一路殺自己人，一路同越南開拖。到78年年尾，呢個有個原因啊！嗱，又嚟啊啦，唔係關佢哋自己有事㗎，又係關阿頭嘅事，關北京事陰公。北京因為越南倒向蘇聯，因為柬埔寨不嬲都叫做赤柬啊，毛澤東嗰套嚟啦。但係越南咧親中㗎嘛，越南75年之後走去親蘇，蘇聯當時又同中國過唔去。越南啊叻仔啊嗱，佢不嬲都兩頭親嘅。你問我就胡志明醒目仔嚟，當年打美國佬嘅時候，你估胡志明唔知咩？係啦，靠邊個啫？你估真係靠中國打得到咩？同埋靠蘇聯，同埋傳統上越南咧對中國嘅防備就最都大係世仇，幾千年世仇嚟㗎嘛。所以美國佬唔係自己抌爆春袋就話自己落錯決定咯。係咯，絕對係美國自己錯，自己錯㗎。當年如果佢睇清楚到底呢班越南仔舉起支係咩旗的話咧，其實佢只要唔好中咗嗰個反共嗰個毒咒咧，基本上越南就可能一早已經親咗尾㗎啦。咁啊係，佢係要獨立啫嘛，冇話佢親中喎。係咯，但係因為佢係共產黨之旗，因為共產黨係代表佢呢個冇數口講啊。佢打住共產黨之旗，呢個獨立宣言佢都冇話佢搞共產黨，你嚟揼佢喎。咁佢越南統一之後75年統一，佢想親美都唔得。佢唯有，但係咁中國咁大嚿嘢喺上面壓落嚟，我唯有去親蘇，一面倒親蘇咯，一面倒親蘇。咁所以好過癮嘅，變得幾快咧？就係話1975年美國佬撤退，1979年已經中越戰爭啦。係啦，但係當時中國咧就想利用赤柬去喐越南，冇錯啦，就以為可以利用呢個忠心耿耿啊嘅，但係結果咧就引發赤柬殺10幾萬大軍入去。1978年10月嘅時候，冇錯2個星期之內就懟冧咗你金邊蘇慶嚇，即係赤柬根本完全冇戰鬥力，佢自己人殺到天翻地覆，自己人殺自己人叻咯，冇辦法。同埋赤柬裏面已經陷於內戰階段㗎啦，佢有唔同派系都殺緊，互相殺佢緊。毛澤東咪搞成咁咯。結果咧，佢真係完全冇戰鬥力嘅，中共扶植出嚟嘅唔掂嘅。但係乖仔啊嘛。但係呢個時候泰國驚。喂，原本隔住個柬埔寨喎，又跟個牌咯，突然間殺10幾萬越南軍隊入嚟我隔離，泰國驚唔驚啊？梗係驚啦，大佬！又睇到普密蓬啲政治智慧啦。佢同越南講和，大家估佢唔到，亦都即係話大家都驚呢個越南所謂小霸王雄霸中印半島嘅時候咧，泰國第一個睇穿唔會。嗱，呢個好緊要啊！大家可能真係冇諗到呢下嘢，點解睇穿佢唔會呢？因為根本就係柬埔寨主動挑釁，越南先係搭柒你啫嘛。同埋柬埔寨同越南，唔係柬埔寨同泰國本身亦都係矛盾多噶。不過有個越南喺度暫時隔晾住啫。咁所以點解話泰國？因為佢個國際視野啊，爭好遠啊。佢不嬲都同美國佬傾開偈，你估佢唔知越南仔諗乜鬼咩？咁所以只要你唔好即係亂咁嚟的話咧，其實根本佢清算咗赤柬之後咧，跟住越南就宣布。記唔記得？係改革開放啊！大佬好多人都唔記得咗呢樣嘢啊！越南開放咧都係89年撤軍之後慢慢嚟，冇錯，10年啦。但係當時咧戰爭之後嘅事，佢呢個佢柬埔寨戰爭個10年咧，泰國咧都一定要防備㗎。喂，10幾萬虎狼嘅越南軍隊，喂打法國、打中國、打美國，全部咁都俾佢砌冧。你嚟我隔離，我點都驚，我點都要我唔可以唔防備你。結果咧，佢又係利用另一個僱傭兵幫佢打越南，頂住啲越南軍隊就係赤柬，同埋中國嗱，佢嗰時唔係話親中，但係既然中國同你越南過唔去，赤柬又同越南世仇，咁咧佢就利用向西撤退嘅赤柬游擊隊，就同呢個越南軍隊打，就牽制住越南。佢有個 buffer 啊嘛，係咯，中國嚟嘅資金同埋武器就通過泰國咧輸俾赤柬。冇錯啦，嗱呢個咪叻咯，係啦，咁我咪赤柬冇嗱問題就係識
點到即止喎，點解咧？去啦，呢佢唔係個先咩啦？出兵同越南打過喎，調翻轉頭佢係一個後援中心，佢冇借路俾人打人啊！冇啊，即係佢冇呢個斯漢諾咁笨柒啊，俾人借道去打美國佬，你傻嘅咩你？但係咁喎，佢外交上仍然咧同美國係友好，依然係美國友好，但係佢又同中國改善到關係喎，因為中國需要佢啊嘛。呢個時候，結果兩家茶禮都食飯。但係佢同中國個關係改善好重要啊，對佢國家安全。嗱，改善關係啫喎，佢都保持適當距離啊。仲有一樣，緊要啊，佢一樣，佢負責咗一樣咧，就係佢收容咗響泰柬邊收容咗幾十萬柬埔寨難民。嗱，當年如果有睇過，有睇電影啦嚇。Killing Field 即係戰好慘嘅一套戲，好慘。問題的而且確顯示咗一樣嘢，泰國聰明做乜家科咧？佢識打國際牌，冇錯。因為佢唔係淨係落閘放咁，雖然佢都係照顧泰國人本身利益啦嚇，但係佢係履行緊個好重要聯合國嘅國際人道責任，就係成個中南半島都亂粉晒大龍嘅時候，佢係一個難民逃難嘅必然站嚟㗎。係啦，佢攞咗好多聯合國嘅支援啊、資金啊、支持啊諸如此類咧。就係做咗呢個所謂人道救援嘅工作，呢個好重要。但係佢收容難民就唔係德國嗰種，唔係啊，無止境入嚟融入咗當地社會，衝擊成個泰國嘅，即係話冇。但係佢係喺邊境嘅難民營嘅，拿住武器嗰啲，梗係叫你翻去打越南鬼啦，俾錢你啦。你真係難民咁咪收容你咯，分得好清楚。主要係喺泰柬邊境嘅，同埋喺柬埔寨和平之後咧陸續翻去。冇錯，所以佢呢一樣嘢咧安排啊，復原安排係贏得國際社會嘅。咁所以咪就係話點解當年泰國皇室嗰個現代化咁緊要？係啦，個國際視野即係咁狹隘睇，淨係睇住咩乜家伙外國傳統，唔係咁理解。當你作為一個所謂啊，我哋而家即係4-5年有聯合國，即係一個新嘅名詞，我對於國家叫地球嘅國籍啊嘛。你都要負責翻啲是否有地球嘅國籍先？係咪地球人嚟嘅先？咁呢啲一個所謂普世標準喺度。而泰國因為幾十年以嚟累積落嚟嗰個教養，即係用教養嚟形容係冇錯。佢有呢個所謂國際公民嘅概念啊，去履行呢個國際責任，所以變咗全世界都支援泰國嗰個發展，又渡過咗一個難關。佢就話唔係話驚與唔驚，佢有防備。但係對於越南呢啲咧，就的而且確有嗰個視野嘅問題，佢睇得出你唔係真係想我死啊嘛。不過咁，佢同越南如果嗱，你話頭先我哋咪講咗話有防備之外，我泰軍係有能力保護自己咧，就係喺80年代中嘅時候咧，越南軍隊咧有時掃蕩呢個西部嘅赤柬入咗泰國境內咧，佢泰軍真係打你越南，佢真打㗎，佢真係掃蕩你越南。然之後你直情當時嗰個泰國陸軍總司令啊，軍事強人亞鐵將軍親自去前線督戰。總之一定你越南軍隊一個都不能夠過我哋邊境。你掃赤柬呢件事，你唔好過嚟攞我哋呢邊。當時赤柬又冇説話好講啊，因為的而且確有呢個即係遊擊隊嘅 DNA 啊，你打佢咪走去邊啊？咁泰國邊境有㗎，係啦，有時扮難民添，好快扮難民咁啊！泰國亦都借啲意咁樣庇護你，跟住咧死得絕晒。係啦，因為我要你去打翻，但係唔該你翻轉頭打越南仔，係啦，就係咁啦。所以結果咧，佢係各方面嘅手段。又令到佢化險為夷，直到89年越南撤出柬埔寨，又安定翻啊！有辣有唔辣啊！乜嘢嘢咧？就凡事冇絕對，呢個亦都唔係泰國嘅錯。咁所以成日話泰國啲成日軍隊乾淨，你冇辦法嘅。係啦，因為的而且確咁動亂嘅環境裏邊咧，你大權不可能不落入軍水手。某程度上嚟講，係嗱咁所以變咗軍人喺泰國其實個地位相當之高，係仲相對獨立添。咁當然唔似人哋即係軍政獨裁咁誇張啦。佢冇緬甸嗰種咁誇張。冇咁誇張。問題係泰國軍隊本身都一個好強烈嘅愛國意識，同埋佢係自己好強烈嘅政治意識，同埋佢係好泰國軍隊一樣嘅，就係佢係好效忠，皇室最忠心於呢個泰皇。呢個好神奇，唔係憲法寫嘅。咁所以當皇室唔亂嚟，當泰國嘅皇室得人尊敬嘅時候咧，泰國皇室亦都唔會俾軍隊亂嚟噶嘛。嗱，有一樣嘢咧，響越南軍隊走咗，好似化險為夷之後咧，91年咧又有一場軍事政變，而92年咧。就群眾同埋學生咧，就上曼谷街頭咧，要反呢個軍政府啊嘛，反呢個軍政府總理素金達。冇錯。咁結果咧又係開槍鎮壓啊，死咗幾十啊，有話死百幾啦。喺呢個時候咧，泰皇普密蓬啊，哇！犀利啊！響全世界電視直播。喂，呢個係破天荒，點解咧？點解咧？因為泰國皇室其實有一樣嘢似咗英國皇室以前嗰招嘅，就係
保持距離啊，嗯唔好話神秘嘅，因為佢皇權嗰下有神秘嘅一樣嘢嚟㗎，即係天子嚟㗎嘛。咁所以其實皇室嘅活動咧，尤其是皇宮裏邊咧，其實外邊係睇唔到㗎。嗱，呢個拉閘放緊拉好緊，點開放一回事，佢知道佢保持距離，因為同英國佬學嘅 OK。呢個保持距離，日本都係。都係。咁問題就係92年嗰個發生咩事咧？好似楊話咧，點解話破天荒咧？因為太皇要出到佢自己天尊嚟平亂嘅時候，真係平亂。佢如何兵不血刃化解咗兩大陣啦？因為講難聽啲咧，兩邊都打住尊皇嗰個旗幟噶嘛，兩邊都話為咗保家衛國噶嘛。喂，你講難聽啲，太皇兩邊都唔能夠落手，你明唔明啊？你不能一派打一派，絕對唔好咁做。如何可以擺平咧？終於就拉開嗰個帳幔，就俾人睇到所謂神秘內幕嘅不加科。如何平亂嘅咧？嗱，睇過人讀啲書，我揭一聲笑咗出嚟，忍唔住笑。點解可以平到亂呢？唔係淨係話影住太皇接見雙方代表咁簡單啊！泰國嘅傳統就係呢啲臣民參見君主要行個咩禮話？係啦，跪啊嘛，唔知跪咁簡單。嗰種跪法咧，我哋中國人好難理解。仲攞命過三跪九叩，係啊！你如果睇佢影出嚟，你知啊，唔單止跪喺度嘅神咁擺到無真，唔單雙膝下跪啊，要拗彎趴喺度噶，即係話佢前身咧就雙踭落地跪拜，後半身咧係打側條腰攤喺度，腳要翹起跪嘅形狀。當時佢從行入去之前咧，唔係行入去㗎，跪入去㗎。當時係跪入去，用膝頭行入去，係膝叫跪進啊嘛，大佬啊！跪進當時哇！啲人見到全世界望到，哇！喂，你個泰國總理同埋所有反對派，你一睇有用武咁樣㗎？你喺出邊千軍萬馬，你點用武呢？一回事。蒲眉旁太皇接見你，一本正經，佢又唔惡死喎。佢唔惡，好和善㗎，好和善，好慈祥嘅。不過你又跪入嚟第一件事，唔該，你兩條友仔趴喺度跪入嚟，跪入嚟之後呢，仲要趴喺個皇帝面前，即係進諫。係啦，平等嘅。你講完幾分鐘到佢講，係啦，你講完幾分鐘到佢講。唔准嗌交，佢冇鬧你哋喎，佢又唔鬧你喎。佢話你哋要和解，要和解，和諧啦，大家和諧嚇。哦，知道，跟住總理落翻出去，跪翻出去，跟住總理落台，啊，跟住咧呢個影晒出嚟，反對派咧亦都唔再示威，影晒出嚟。哇！嗰陣時泰國人睇落去，哇，拍來手掌。哇！佢做出嚟有乜辦法唔當佢神咁拜啊？當佢另外73年都有一鑊嘅，就係當時咧。小插曲呢個又開槍打學生咧，太皇咧就開放皇宮，係啦，開放皇宮啊，俾嘅部分地方俾泰國學生庇護泰國學生，咁咧軍隊就唔可以入皇宮嗰度殺人，所以咧太皇響軍隊點惡都好，只要個太皇佢係唔會亂嚟，佢唔俾你軍隊亂嚟咧，軍隊就適可而止，所以去唔到緬甸咁殘酷嘅。一來啦，咁所以變咗就係話點解又翻返個大圈兜？你即係臨尾啊講埋點解就話擔心而家泰國嗰個憲政危機咧，係個皇儲喺都未正式，佢唔敢坐正音樂。係啦，佢唔敢坐正。96歲嘅攝政王，但係咧就係驚佢出事啊嘛，太過敏感同埋唔容易攞平衡。你知打咗黃三軍、紅三軍打咁鬼死耐之後，表面上叫和平，但係其實仲係外圍好兇險噶嘛，大佬。你北面有一個中華帝國，你虎視眈眈，又起鐵路，即係有收買人心。南面仲有伊斯蘭嘅反叛力量，仲有反叛力量，伊斯蘭都揀呢個四面佛都俾人落完炸彈啊！咁所以其實根本佢自己知道，仲係非常危險嘅。係，但係我自己覺得咧，普密蓬一生人咧最可惜、最遺憾嘅一樣，我覺得啊，就係佢冇響利用92年。喺佢聲望最高嘅時候，國際社會對民主訴求最高嘅時候，推動係有一個政治改革。即使有限度嘅政治改革呢，你都好過完全原地踏步。佢嘅聲望係好高，但係佢繼任人唔得，而佢仍然係維持一個軍人剛正嘅一個相對落後嘅體制。好大遺憾，但係亦都有好多客觀限制條件啊。當然，92年你話東南半島定咗未呢？咁佢又敢唔敢放手呢？雖然軍隊話嗰下嘢和平撤退啫，但係亦都唔係話交出軍權嗰下嘢喎。嗱，另一樣最難搞啦，真係最難搞乜家科呢？你公民社會個質素去到邊度先？唔係話貿貿然放噶嘛呢下嘢。當然呢個真係唔好話我以為真係即係藍絲嗰邊唔係咁嘅理解。唔係，因為佢我哋睇翻泰國純粹嘅本地嘅的確就係
不論呢位太皇佢真係落手落腳勞心勞力，想拉動個經濟現代化先算啦。將城鄉差距都仲係大啊嘛，嗱啲好可惜嘅一件事。即係話，即使佢想還政於民啊，個民喺邊先？嗱呢個問題大，邊個去接呢？同埋佢後尾佢都已經係身體一路老一路健康咧，已經見到佢好難駕馭到個局駕馭嘅問題，咁所以變咗就係嗰個時空交錯就好可惜，就92年平定個內亂嗰下冇辦法再進一步，佢冇辦法再推進啦。當然係基於乜嘢客觀條件限制，可能大家已經20幾30年前嘅事，可能已經淡忘咗好多嘢啦。你就諗下越南嗰陣時未打完㗎嘛，大佬啊，明唔明啊？咁仲有好多矛盾仲喺度周圍發生。啱啱開放啦，但係未緬甸都仲拉鋸緊㗎。緬甸仲係軍政府。啱先至軟禁咗昂山素基啊。北面、東面、南邊都各自有問題，你點搞？咁啊，如果佢能夠好似不丹咁，嗰個老國王咧，臨尾做到一個基本個有限度嘅改革，咁啊。而家跟住去到不丹喺08年啊，成為佢國家嘅第一次舉行第一次嘅民主選舉啦，咁啊已經好好多。不過咁不丹嘅老國王有一樣好，就係佢嘅王儲啊，個質素太高，哇行出嚟全世界女士為之傾倒。跟住佢咧派嘅王儲喺全國各地推動呢個政治改革，以王儲嘅魅力、老國王嘅嗰個威信。全國都聽，跟住咧佢仲上體健康嘅時候咧，響06年過繼由佢王儲繼位，佢信為自己去享福做太上皇，哇！結果而家你不單成為全世界一個尊重佢嘅國家，咁泰國有冇得嗰個爭奪嗰個競爭有冇得平息咧？啱啱先至啊，擔心啊，過身，你唔擔心㗎？咁儲君又未敢登基，攝政王就撐住大局。咁啊，大家即係密切留意啦，唯有啊，我諗咁，我補充多少少啦，佢或者參考翻尼泊爾啦。尼泊爾咧響01年啊，全個比蘭德拉國王號俾佢冚家洗晒，咁咧佢嘅細佬比蘭德拉繼位咧就被視為咧係一個亂臣賊子，冇證據，結果咧全世界懟佢。當時嘅毛共游擊隊響尼泊爾咧，除咗加德滿都之外，佢都大部分控制咗。結果咧。毛共游擊隊同埋其他嗰個反對國王嘅勢力呢，大家一齊放下武器。06年嘅時候，一齊懟呢個賈蘭德拉落台。08年嘅時候，直情廢除君主制，唔要你呢條亂臣賊子。我哋大家放下武器，就搞議會制。咁雖然尼泊冇錯啦，雖然尼泊爾而家呢都亦有好多地震啊咩好多問題，但係佢喺最嚴峻嘅關口呢，由佢毛共游擊隊即係。最可能變赤揀嘅，佢結果呢，佢哋各方政治勢力願意為國家人民嘅利益坐低，懟冧咗最不受歡迎嗰條友，然之後令到國家係啦，國家走翻一條相對和平嘅路線。泰國嘅形勢其實無論經濟、無論政治、無論皇室嘅威信，到而家仍然好好噶嘛個基礎，所以唔一定係太過悲觀嘅。問題係各方勢力政治勢力肯唔肯，尤其是軍方。肯唔肯大家讓利？軍方嗱，即係 to be fair 啊，即係 so far so good 睇過而家軍方嘅表現咧，唔係真係咁差。佢唔係唔講道理，但係的而且確佢好擔心咯，好擔心。你唔怪你睇住個王儲嗰個望之不似人君，大佬真係大鑊。另外就他信咧，係啦，仲有勢力解決噶嘛？係啊，咁你。係好係壞，其實大家都冇所謂，冇辦法講邊個好人邊個係壞人。但係能否好似尼泊爾咁樣一個各界嘅共識出嚟，大家真係商議國家前途呢？咁其實反而就大家密切留意緊呢樣嘢。希望泰國就同以前過去80幾年一樣啦，呢個值得人尊敬嘅國家繼續。向心力係好強，呢個真嘅。啲人民向心力係好強，我諗呢個係好重大嘅分別。起碼唔似得尼泊爾咁真係拿槍自己打。冇晒啊！唔係呢樣嘢，冇晒啊！佢嗰個泰國嗰個外大皇室嗰個向心力仲喺度。咁只要唔好話蝕晒去的話，就利用呢個機遇，佢真係自己人民內部協商到個未來出嚟的話呢，咁係好事嚟嘅。咁啊，我哋拭目以待啦！希望呢個國家繼續漂亮。吹咗咁耐，唔好意思啊，即係外人嚟㗎，我哋唔係泰國人啊。係，但係希望各位泰國朋友都真係相安無事。好，再見，拜。